Elon Musk 好有趣，佢選擇唔係用人工嚟出糧，佢話因為稅唔係按你嘅收入嚟收，但其實稅例唔係咁寫嘅，稅係按你嘅應課稅收入嚟收。咁 Elon Musk 喺建立 Tesla 嘅時候，佢同投資者同董事局傾掂數，話我唔想攞人工，我想以股票期權嚟出糧。佢獲派嗰啲 Tesla 股票期權，行使價大約係每股$6。佢攞咗幾百萬、幾千萬、成千上萬份咁多嘅股票期權，所以而家雖然 Tesla 嘅股價升到每股$450，佢都淨係紙上富貴啫。佢嘅銀行入邊可能冇幾多現金，但如果佢賣咗嗰啲股票，佢每股就會有淨收入$94，咁你就要俾稅，因為你產生咗應課稅收入。但佢冇咁做，佢反而走去銀行同人講：喂，銀行，我有幾百萬、幾千萬份股票期權，你借唔借$1000萬俾我？肯定冇銀行會拒絕啦。咁如果而家佢銀行戶口有$1000萬都唔係收入，係貸款債，而貸款係唔會止稅嘅，所以佢攞住呢$1000萬貸款可以用嚟買屋、買車、買嘢食、去旅行、買任何嘢，甚至買 Twitter， 而佢唔需要為此俾稅，而且呢個係100%合法。